人活到60歲先至真正睇透呢個人世間嘅人情冷暖，半生風雨，半生磨難。年輕嘅時候為生活奔波，為兒女打拼，為人情應酬，日日忙忙碌碌，身不由己，好多事睇唔清，好多人睇不透，總係覺得朋友多、熟人多、交際廣就係福氣，就係體面。但係踏過60歲呢道坎，正式步入老年，卸下半生重擔，先至徹底明白，做人越老越唔需要熱鬧，越唔需要多熟人，最需要嘅係圈子乾淨，人心清靜，日子安穩。好多老街坊老咗之後依然唔識得睇人，唔識得斷捨離，總係念舊心軟，好面子。舊日嘅熟人朋友親戚，就算相處得唔舒服，就算對方人品唔妥，就算相處只會消耗自己，都唔願意疏遠，唔願意絕交，唔願意撕破面，覺得大家相識一場幾十年交情，唔好做得太絕，唔好太過冷漠。但我今日憑住幾十年見盡人情世故嘅經歷，真心同各位長輩講一句老實刺耳但最真實嘅說話：人過60，你的福氣、健康、運氣、晚年安穩，全部都好脆弱，經唔起爛人消耗，經唔起是非纏身，經唔起人心算計。年輕嘅時候，我哋輸得起、耗得起、委屈得起，受咗傷可以復原，遇咗小人可以遠離，錯咗交情可以重新來過。但係60歲之後，人生已經入咗倒數，身體一年比一年差，精力一年比一年少，福氣一年比一年薄，冇多餘嘅時間，冇多餘嘅心力，冇多餘嘅情緒去陪爛人號，陪是非纏，陪偽善之人演戲。呢個年紀最貴嘅，從來唔係金錢，唔係面子，而係清靜、健康、安穩。我見過太多老街坊，前半生辛辛苦苦、勤勤懇懇，捱盡風雨，終於熬到退休，本可以安安心心嘆清福、養身體、享晚年，偏偏就係識唔得拒絕，識唔得遠離，日日同啲消耗自己嘅人來往、聚會、打交道，最後被人算計，被是非纏身，被情緒拖累，搞得心神不寧、睡眠不安、身體多病、錢財破損，原本好好嘅晚年福氣，硬生生被耗散乾淨，落得個晚景凄涼、有心無力嘅下場。做人到老，最大智慧從來唔係識得結交多少朋友，識得應酬多少人情，而係識得遠離邊啲人，斷絕邊啲關係，推開邊啲麻煩。今日我就用最地道、最老式、最貼街坊心水嘅粵語同大家講透。過咗60歲，有4種人真係打死都唔好見，半分都唔好親近，冇套路、冇空道理、冇書本模板，全部係我身邊街坊、老友、親戚真實踩過嘅坑、吃過嘅大虧、後悔一世嘅教訓。每一個故事都真實入心，每一句說話都為大家晚年安穩着想。各位認真聽，用心記，對照自己身邊人，及時醒覺，及時遠離，先至可以守住福氣，安享晚年。第一種，唯利是圖、見利忘義，有事就由你，冇事就消失嘅勢利小人。老咗千祈唔好深交，唔好常見。呢個世界上最現實、最涼薄、最傷老人心嘅，就係呢種勢利眼嘅人。呢種人唔分親戚，唔分朋友，唔分舊相識，佢哋嘅交際從來唔講情義，唔講交情，唔講緣分，淨係講利益。你有用，你有價值，你可以幫佢忙，可以借錢俾佢，可以為佢帶來好處嘅時候，佢就對你熱情似火，嘴甜如蜜，日日圍住你轉。阿叔阿伯叫得親切，閒話家常講得暖心，逢人就誇你好人，有福氣夠義氣，好似同你幾十年情深意重，無話不談。一旦你冇利用價值，一旦你唔可以幫佢，一旦你落魄生病，一旦你拒絕佢嘅要求，佢即刻變面，即刻疏遠，即刻冷淡，從前嘅熱情通通消失，轉頭就視你如陌路，甚至背後講你是非，掃你不是。好多老人家心太軟，太重情義，總係覺得別人對自己熱情就係真心相待，於是掏心掏肺，盡力幫忙，真心相交，最後先至發覺自己
只係人哋一時嘅工具，一時嘅跳板。工具冇用就丟棄，跳板過河就拆橋。我隔離街有個張伯，今年67歲，退休前係單位老職員，為人忠厚老實，心腸極軟，最重舊情義。退休之後每月有穩定退休金，身體尚且硬朗，手頭有少少積蓄，身邊突然多咗好多好朋友、好親戚。平時幾十年唔來往唔問候嘅人，日日上門探訪，電話問候，送茶送禮，嘴裏句句都係關心佢身體，掛念佢起居。張伯一開始好感動，覺得自己老咗，仲有咁多人掛住，咁多人疼惜，心入面暖暖的，對呢班人毫無防備，全心信任。後來呢班人輪流開口借錢求幫忙，有嘅話屋企仔女創業缺資金，有嘅話屋企有病痛急需周轉，有嘅話做生意缺本金。張伯心軟，覺得大家交情一場，人哋開口求助唔好拒絕，前前後後借出成6萬幾蚊養老錢，仲幫人託關係走人情，費盡心力幫人辦事。當時身邊有老友勸佢話呢班人太過勢利，來意唔純，無緣無故過於熱情，肯定係有所圖，叫佢謹慎啲，唔好輕易信人，唔好隨便借錢。但張伯執意唔聽，覺得自己多疑，太過涼薄，依舊真心待人。結果唔使半年，張伯突然頭暈腦脹，血壓飆升，半夜暈低入院，身體一下子垮晒，冇辦法出門，冇辦法奔波，徹底冇咗利用價值。呢個時候，從前日日圍住佢轉，對佢熱情萬分嘅一班人，瞬間變晒樣，電話唔接，信息唔覆，上門探訪一個都冇。之前借錢嘅通通絕口不提還錢，仲有人背後同外人講張伯而家有病在身，冇權冇勢，冇利用價值，遠離佢先至唔會惹麻煩。更過分嘅係，有個平時同佢最要好嘅阿姨，直接將個電話拉黑，微信刪除，徹底斷絕來往。張伯住院期間，望住冷冷清清嘅病房，身邊除咗自己老伴同仔女，從前一大堆知心好友，一個都唔見，先至徹底醒覺。原來幾十年嘅交情，日日嘅問候，暖心嘅說話，全部都係假嘅，圖嘅只係自己當初嘅退休金、積蓄、人脈。一旦自己落難，失去價值，所有情誼即刻化為烏有。張伯事後同我嘆氣，話呢一跤跌得太痛，半生積蓄白白送人，仲看透咗人心涼薄，氣到久久唔能平復，身體恢復得極之慢，足足養咗大半年先至勉強好轉。其實呢種事我哋身邊日日都發生，好多老人家過咗60，閒時間多，心容易空，渴望有人陪伴，有人傾偈，所以一旦有人對自己熱情關心自己，就容易放下戒心，掏心相待。但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句老話，無事獻殷勤，非奸即盜。人過60，冇人會無緣無故對你好。所有過於刻意、過於熱情、突然親近嘅關係，背後一定有目的、有算計。第二種，滿口負能量，成日抱怨訴苦、愛散播是非嘅爛人，老咗千祈唔好常見，唔好深交。人老咗，最緊要嘅係心靜氣順，少煩惱，少動氣。中醫成日講，老人養生先養心，心平氣和，百病不侵。心煩氣躁，百病滋生。過咗60歲，身體機能本來就逐年退化，血壓、心臟、睡眠、氣血都好脆弱，最忌諱情緒波動、動怒鬱結、心神不寧。而身邊最容易拖累你情緒、耗損你健康嘅，就係呢種滿面怨氣、滿口是非嘅負能量之人。呢種人最大嘅特點就係從來唔知足，從來唔快樂，永遠覺得全世界虧待自己。日日見到你，唔係同你分享開心閒聊家常，而係源源不斷同你訴苦抱怨吐苦水，話自己命苦，話老伴唔好，話仔女不孝順，話生活不公，話身邊人對自己差，日日將自己嘅負面情緒、生活委屈、人生不順，通通倒俾你。仲有啲人特別中意搬弄是非，家長裏短，日日無所事事，
專門打探別人隱私，傳播閒言碎語。邊個屋企有矛盾，邊個仔女有問題，邊個生活有瑕疵，佢哋第一時間知，第一時間傳，將少少嘅事放大，將冇嘅事講成有，專門製造矛盾，散播流言。身邊邊個同佢來往，邊個就會被是非纏身，被情緒拖累。本來你晚年日子安安穩穩，無憂無慮，冇煩冇惱，就因為長期同呢種人來往，聽多咗是非，受多咗抱怨，濕多咗負能量，日日心入面憋住一口氣，屈住一團火，睡眠變差，胃口變壞，脾氣變燥，久而久之，身體自然出問題，福氣自然被耗散。我舊時認識一位李伯，退休前性格開朗，心態平和，為人樂觀，身體一直好好，年年體檢都冇任何問題。退休之後，日日落公園散步，同老街坊傾偈，本來日子過得舒心自在。後來佢結識咗兩個中意抱怨是非、滿口負能量嘅老友，日日聚埋一齊，淨係講生活唔好，屋企矛盾，仔女不是，社會不公，日日聽住呢啲負面說話。李伯慢慢變晒，從前樂觀開朗嘅性格變得沉默寡言，滿心怨氣，返屋企就同老伴嘆氣發脾氣，成日覺得自己命水差，晚年唔幸福。短短一年時間，原本健康硬朗嘅佢，開始經常頭痛失眠，血壓飆升，心律不齊，體檢出咗三高，輕度冠心病，日日要食藥調理。後來佢老伴同我講，以前李伯日日笑笑口，心平氣和，自從識咗呢班朋友，成日皺眉嘆氣，心鬱氣結，成個人氣息憔悴，精神萎靡。後來李伯自己都醒覺，慢慢疏遠呢班愛抱怨講是非嘅人，少聚會，少傾偈，少來往，靜心養生，安靜度日。過咗大半年，先至慢慢調整返心態，睡眠好轉，血壓穩定，精神回復，成個人先至重新有晒氣息。老祖宗成日講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老人養命，最忌沾染怨氣是非。60歲之後，我哋嘅心境、氣場、健康比任何金錢都重要。你同積極、陽光、知足常樂嘅人相處，日日聽嘅係暖心說話，見嘅係平和事務，心自然靜，氣自然順，身自然健，福自然厚。你同滿口抱怨、愛講是非、滿身負能量嘅人來往，就等同日日被人吸走福氣、耗走健康、擾亂心神。呢種人唔係壞人，但係最磨人、最耗人、最折福。過咗60歲，真係冇必要再委屈自己，陪呢啲人嘥時間、嘥心力、嘥福氣。遇到成日抱怨、愛搬弄是非、散播負能量嘅人，唔好熱情，唔好深交，唔好常見，淡淡之交，保持距離，先至係最明智嘅養生養福之道。晚年最珍貴嘅唔係朋友滿堂，而係遠離爛人，遠離是非，遠離負面，守住自己嘅清靜同安穩。第三種，攀比心極重，愛較真，愛睇人笑，見唔得人好嘅舊熟人，老咗千祈唔好再來往。好多人老咗之後，最中意聚嘅就係舊同學、舊同事、舊街坊，覺得大家相識幾十年，一路走來有情義，閒時聚下，吹下水，憶下舊時光，係晚年一大樂事。但我同大家講一句真心話，好多舊交情只適合留喺回憶入面，唔適合擺喺現實生活入面頻繁來往。尤其係一啲攀比心重、心胸狹窄、見唔得人好嘅舊熟人，越來往越心累，越見面越好福。細個讀書、年輕做工嘅時候，大家起點相近，境遇相似，差距唔大，相處自然簡單，交情自然順水。但係幾十年過去，每個人嘅人生軌跡、家庭境遇、子女發展、晚年福氣，早已經天差地別。有人晚年清閒有福，有人奔波勞碌，有人子女孝順，有人生活坎坷，有人家境優渥，有人平淡普通。境遇唔同，層次唔同，心態唔同，早已經冇咗從前嘅單純交情。
剩低嘅大多數都係攀比、較真、嫉妒、虛榮。而家好多舊同學聚會、舊同事聚會，看似熱熱鬧鬧、談笑風生，實則暗地裏個個都喺較勁，個個都喺攀比。聚會上面唔係益舊，唔係傾家常，淨係比邊個退休金高，邊個屋企大，邊個仔女又出色，邊個孫仔讀名校，邊個晚年風光。你過得好，有人知道你，睇你唔順眼，背後詆毀你。你過得普通，有人輕視你，嘲笑你，睇低你。好多老人家本來心態好好，知足常樂，日子過得安安穩穩，無憂無慮，就係參加幾次舊聚會，見過幾個愛攀比嘅舊熟人，返屋企之後即刻心態失衡，心生煩惱。見人哋退休金高，就嫌自己人工少；見人哋仔女出色，就怨自己後輩普通；見人哋生活風光，就嘆自己命水唔好。本來好好嘅晚年心境，硬生生被攀比破壞，日日心煩氣躁，耿耿於懷，知足變成貪念，平和變成較真。我身邊有個陳伯，今年69歲，退休工資穩定，老伴體質健康，仔女懂事孝順，孫活潑可愛，屋企和睦，衣食無憂。原本係人人羨慕嘅幸福晚年，陳伯自己都好知足，日日種花養草，散步聽曲，日子過得舒心寫意，從來唔同人攀比，唔同人較真。後來佢參加咗一次幾十年嘅舊同學聚會，徹底改變咗心態。聚會上面一班舊同學個個爭住炫耀，呢個話個仔做老闆賺大錢，嗰個話個女定居大城市，呢個話自己每年出國旅遊，嗰個話自己退休金幾萬蚊。仲有幾個同學專門問陳伯收入、屋企情況、仔女工作。聽完之後淡淡一笑，言語之間充滿輕視。就係呢一次聚會令陳伯心態徹底崩咗。返屋企之後日日嘆氣，鬱鬱寡歡，成日同老伴抱怨，話自己一世打拼不如人，仔女不如人，晚年不如人。從前知足快樂嘅心態完全冇晒，日日執着於攀比，耿耿於懷差距。原本睡眠好好、身體硬朗嘅佢，開始夜夜失眠，食飯冇胃口，脾氣變得暴躁易怒。短短2-3個月，人潮取晒，體重暴跌，氣息暗沉，仲檢查出咗血糖偏高、氣血不足。陳伯自己都後悔，話早知係咁，無論如何都唔會去呢個聚會。本來安安穩穩、清清靜靜嘅好日子，就因為一時貪熱鬧，見咗一班愛攀比嘅舊人，從此心無寧日，福氣動搖，身體受累。其實晚年生活最忌就係攀比，人比人氣死人。每個人嘅命運、機遇、福分本來就唔一樣，冇得比，亦都唔需要比。60歲之後，我哋活着唔係為咗俾人睇，唔係為咗同人攀比，唔係為咗撐面子，只係為咗自己舒心、家人安穩、日日平安。你過得好，唔需要人哋羨慕；你過得普通，亦都唔需要人哋嘲笑。日子係自己嘅，福氣係自己嘅，心境都係自己嘅，何必為咗一班虛榮攀比嘅舊人擾亂自己嘅人生，消耗自己嘅福氣？仲有好多呢類舊熟人，表面同你客客氣氣、和和氣氣，實則見唔得你好。你一旦日子順利、身體健康、屋企和睦，佢哋就心生嫉妒，背後講你是非，做你謠言，盼你出事。呢種人心胸狹窄，心術唔正，同佢哋來往，表面風平浪靜，暗地裏風雨暗藏，隨時會被人暗算、被人詆毀、被人拖累。所以過咗60歲，呢種愛攀比、愛較真、見唔得人好嘅舊熟人，真係冇必要再頻繁見面，冇必要再刻意維繫交情。舊情義留喺心底懷念就得，唔需要擺喺現實折磨自己。減少無謂聚會，遠離攀比之人，放下虛榮心態，先至可以守住晚年清靜，留住自身福氣。第4種，遊手好閒、嗜賭貪玩、生活作風敗壞嘅還有。老咗打死都唔好貼近。好多老人家覺得老咗冇嘢做，時間大把，最緊要係開心、有伴、有樂趣。
所以只要有人陪自己玩，陪自己傾偈，陪自己打發時間，就當係好朋友、好知己，完全唔分辨人品，唔過濾圈子。呢個念頭真係害死好多晚年老人。人過60，圈子選擇極之重要。你同邊種人玩，同邊種人來往，就會過邊種日子，積邊種福氣，得邊種晚年。有一種人專門中意圍住退休老人轉，日日遊手好閒，無所事事，唔務正業，不顧家庭，最大嘅愛好就係打牌、賭博、飲酒消遣，四處遊蕩。呢種人看似熱情開朗，好玩好傾，日日陪你打發時間，實則係晚年最大嘅陷阱，最毒嘅拖累。仲有啲人成日聚埋一齊飲酒作樂，通宵消遣，日夜顛倒，作息混亂，完全唔顧年老體衰，五臟虧虛。本來老人身體就需要規律作息，清淡養生，靜心調理。一旦跟住呢班還友放縱自己，沉迷玩樂，肆意揮霍身體，好快就會拖垮健康，敗盡積蓄，傷透家人心。我身邊有個深刻嘅真實案例，一位黃伯，今年72歲，退休前係老實工人，做嘢踏實，為人安分，一生冇不良嗜好，辛辛苦苦積落10幾萬養老積蓄，本可以安安心心安享晚年，日日無憂無慮。退休之後，黃伯閒得太耐，心入面空虛，冇嘢打發時間。後來結識咗一班日日打牌飲酒、遊手好閒嘅老街坊。呢班人日日主動引佢出街，叫佢打牌，約佢飲酒，話老咗就要及時行樂，唔好太拘束，唔好太死板。黃伯一開始唔願意，後來耐唔住人哋熱情，亦都貪圖有人陪伴打發時間，慢慢就跟住佢哋一齊玩。一開始只係幾蚊幾十蚊細玩，純粹娛樂。後來越玩越癮，越賭越大，從幾十變幾百，幾百變幾千，日日沉迷棋牌，廢寢忘食。有時候坐到通宵達旦，久坐不動，飲酒助興，作息完全混亂，飲食毫無規律。老伴勸佢，仔女勸佢，通通聽唔入耳，仲覺得家人約束自己，唔俾自己開心，反而同班還友越來越親，同家人越來越疏。短短2年時間，黃伯辛辛苦苦積落嘅10幾萬養老錢，全部輸晒喺賭桌上面，一分都冇剩。不止如此，長期久坐熬夜，飲酒過度，情緒大起大落，原本硬朗健康嘅身體徹底垮晒，患上嚴重高血壓、糖尿病、腰椎重病，行動變得遲緩，日日需要食藥控制，身體大不如前，錢輸晒，身體壞晒，家人傷心透頂，晚年安穩盡毀。原本人人羨慕嘅幸福晚年，變成人人嘆息嘅淒涼結局。黃伯後來清醒過來，日日後悔，夜夜難眠，成日坐喺屋企嘆氣，話自己一世謹慎，一世老實，偏偏老來糊塗，識錯人，交錯友，親手敗盡自己半生積蓄，親手毀掉自己晚年福氣。可惜世上從來冇後悔藥。呢個真實故事真係值得每一位長輩警醒。人過60，最驚嘅就係老來糊塗，老來放縱，老來識錯人。年輕嘅時候犯錯，仲有時間彌補，有機會翻身；老年嘅時候犯錯，冇時間補救，冇能力挽回，錯一次就係一世遺憾。呢種遊手好閒、嗜賭貪玩、作風敗壞嘅人，表面陪你解悶，陪你消遣，實則係拖你落坑，引你走歪路，耗你養老錢，毀你晚年福。同呢種人來往，再安分嘅人都會慢慢被帶偏，再清醒嘅人都會慢慢被迷惑，再幸福嘅晚年都會慢慢被拖垮。晚年嘅快樂從來唔係打牌飲酒、放縱玩樂、熱鬧消遣，而係作息規律、心態平和、家人和睦、身體健康、手頭有積蓄、日日有清福。千祈唔好為咗一時嘅消遣、一時嘅熱鬧、一時嘅陪伴，捨棄自己一生嘅積蓄、一世嘅福氣、晚年嘅安穩。遇到呢種愛賭、愛飲、愛遊蕩、不務正業嘅還友，
無論幾熱情、幾熟絡、幾有交情，都要果斷遠離，堅決疏遠，半分都唔好猶豫。講到呢度，各位老街坊應該徹底明白一個道理：人過60，人生最寶貴嘅唔係朋友眾多、人脈廣闊、交際熱鬧，而係圈子乾淨、身邊無爛人、心中無是非、日子無紛擾。年輕嘅時候，我哋需要結交朋友，拓展人脈，應酬人情，為生活打拼，為未來鋪路。老年嘅時候，我哋只需要斷捨離，遠離爛人，守住清靜，安享餘生。晚年最好嘅狀態就係圈子簡單，人心清靜，日子安穩，冇小人算計，冇是非纏身，冇負情緒消耗，冇爛人拖累，日日食得好，瞓得安，心順氣和，身體硬朗，閒時養花種草，散步傾偈，陪伴家人，安靜度日。呢種平平無奇嘅清靜，先係老人最珍貴、最難得嘅大福氣。